日本媒體公布咗一個消息，真係令人好擔心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今次牽涉到一個好得人驚嘅自然災害，就係海嘯。相信大家都仲記得2011年11東日本大地震。嗰次地震唔單止係日本觀測史上最強，仲引發咗毀滅性嘅海嘯，好多地方高過10幾米。正所謂天災無情，最近日本媒體就報道咗一個令人不安嘅消息，就係愛龍起地震。簡單嚟講，愛龍起係指日本海溝外緣龍起嘅區域，即係話喺三陸海岸附近，海洋板塊一直攝緊入陸地板塊下面，形成咗一個斜坡，而呢個斜坡就係愛龍起。喺1933年，日本海溝東側嘅愛龍起就曾經發生過一次8.1級嘅超級大地震。雖然震央距離日本陸地比較遠，但係就引發咗接近30米高嘅恐怖海嘯，造成超過3000人死傷失蹤。唔單止咁，日本新潟大學嘅地質學家上田准人曾經喺國際期刊發表咗一份報告，佢哋發現喺日本海溝海底7000幾米深嘅地方，有一個長達26米嘅斷層崖，證明引發巨大海嘯嘅可能性絕對唔可以忽視。更何況，自從大地震之後，日本海溝西側已經發生咗11次7級以上嘅地震，其中一次更加去到9級，但係東側就淨係得2次，而且仲要係7.1同7.5級，能量釋放明顯唔平衡。泡泡都覺得，無論係咪身處日本，我哋都要關注呢個問題，因為海嘯嘅威力真係好驚人，可以瞬間摧毀一切。我知道就連地震專家草野富二雄都警告，話東北沿海地區嘅地震活動仍然非常活躍，呼籲民眾隨時做好準備。雖然泡泡知道日本政府一直以嚟都好重視防災工作，不過我認為面對大自然嘅力量，人類始終都係渺小嘅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時刻保持警惕，學習防災知識，做好應對準備，咁樣先至可以喺危急關頭保護自己同身邊嘅人。泡泡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，唔好再發生任何天災人禍。如果大家對愛龍起地震或者防災方面有咩想講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你哋嘅睇法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